ndroducdao.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对照 http://www.cloudlibrary.com/category/category6/c63006.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来看幻灯片哈。在禅修的时候哈，来看一些幻灯片，意义更好，因为这时候你心灵品质更高、更纯净。你这时候很多以前你所体悟不到的，那你可能在几张的幻灯片里面会有更深的、更具体的体悟啊。今天的幻灯片有部分大家以前有见过，也有相当多的部分以前你是没见过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。那今天幻灯片这个有不少会用一种叙述的方式，好像自述的或是叙述的那种方式哈，所以有些会讲的稍微快一点。有咱的意我今日要讲一本这的相貌，咱拢清清楚楚。这干水先留些早间。ndroducdao.html 先天还是伫电子上所讲，听袂到，看就看袂到啊。想让你的朋友打电话给你时，